咱的手机拢关掉，用专一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先祷告啦。宣调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项意法？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救。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静听。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着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伊。大家来吟诗。圣诗113首，圣诗113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
师徒心经，请。创造天地主宰，我信所祈祷，上帝生命，咱主，伊对圣神后代，对耶稣后出世，伊有了无现代受苦，定世界是爱众无因故，对社中我上天，这是反正的上帝话言。伊要对家心头难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王道会，心头相同，做社会，用体互我，永远活命。阿门。非常请谢。这是咱来看启应文29篇，启应文29篇。启应文29篇是诗篇119篇，我来客请咱来念。行为无过无通指责，即款人经有好事，听盼上主的教示，即款人经有好事。少年人要安怎互生活纯洁？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喙齿，求你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予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煞到永远。三甲来祈祷。阿爸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伫今仔日到伫你的圣殿敬拜你。即个礼拜阮若有得罪你的，拢求你赦免，用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宝血也探阮，互阮得到洗清气，亲像洗净，通互你的神降临伫阮中间，用你面的光照阮，互阮会明白你的旨意，照你的旨意来行，通互你欢喜的事。今日是圣神降临节，伫五旬节，你将圣神降临伫学生甲证人组织专务祈祷的马可，因别人拢受圣神充满，因就会讲别人的腔口来做见证，因为即时也用你的神感动阮。互阮对忠实到正信徒，也会同心全无伫你面前祈祷，相信听阮的主，也会享受圣神充满伫阮逐人的中间。
亲像早你托先知用你所讲，你要用你的神降落伫凡有肉体的。我的后生甲查某囝要去，要做先知讲话；我的少年人要看见现象；我的老人要得到面貌。主求你兴起我的青年，互因看见现象，因就要热心伫逐样福音的事工顶面做服侍，欢喜伫逐所在做传福音的见证。阮的少年有出外甲做兵的兄弟，因袂通到你的殿里来敬拜，求你也甲因同在，互因无论伫做好所做的事，拢得到幸福。今仔日伫阮中间有会艺班的姊妹伫遮参加阮的礼拜，因做是第一届来到这个所在，就恳求你的神也甲因送到地地，互因听会明白主你福音的真理，也求你用你的听充满因，祝福因，甲因所做的事顶面。这是恳求你用你的神运行伫阮中间，互撒旦无芳探入，因由我真牧师的嘴，互伊所讲的每一句话，拢会感动阮心。求你用你的神开阮的耳孔，互阮听去牧师所传福音真理，真理的声若入阮耳孔，逐项虚假拢会过去，互阮恬静听候你，意爱你的指示，开阮的心智来听你的话，开阮的心来爱慕你的话。也互阮的生活为顺服你的话，开阮的心，互阮为陪伴，用主听谈分享世界。阮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感动甲切派。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看圣经。记载伫哥罗西书第1章第40到第7节，和本伫273页，台语汉语本229页。哥罗西书第1章，咱们对第4节到第7节，很着我来读。因为捌听去。恁伫基督耶稣的信，甲拢总的圣徒所有的听，因为所甲恁放伫天灵的梦，就是恁前伫福音真理的道所听去的。这个福音已经到伫恁，亲像伫遍世间得结果子，也哪大财。亲像伫恁中间一样，对恁捌听去也真实在上帝恩典迄日，亲像恁对以巴弗所学习的，伊是阮所听，当做罗卜的，也为着阮做基督忠信的切行。赞美，听圣歌队，因今仔日要吟的是我心灵的暗恋。
师伊要讲的题目是甲福音相结的听甲信心。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我今仔日会当去这边代表学校来恁中间请安相时会当伫遮分享上帝的话这对我来讲是上帝大大的恩典。我会记得3年前我嘛捌代表学校来遮迄阵我有报告。讲玉山的综合大楼已经起到第2站迄是年体起到第2站，要开始去第3楼。时间足紧去年10月15完成献堂总是学校对我的贷款当然计划是10年到15年的中间会当现了。慢慢会当继续来关心学校的这个大楼。我想，对我来讲，上好的关心的方法就是接触教会旅行到花莲，还是各个团体，还是你家己本身的家庭有机会去花莲旅行的时候，尽量使用学校会当住伫遐，虽然无甲5星级的大饭店相款，总是至少会当讲是3星级的。总是学校因为是面对礼仪堂，风景足水所以对这个大楼的外口是5星级啦。总是内底是3星级咱会当来使用来帮忙学校来还这个贷款除了安尼。我伫遮要报告2项上要紧的代志。第一就是游园同款，我3年前伫遮报告，就是台东花莲这海线云的教会，大部分拢是阿美族的教会。到目前还佫有30几间的教会无牧者。虽然3年中间有4个毕业的阿美族的学生，都是还佫无到业。还佫有30几间的教会无牧者，所以咱关心，因为安尼学校继续派研究所的学生拜五下晡就去教会拜6礼拜日来帮忙设定俗世的教会咱对这个代志有关心的是在咱方面的是，咱爱注明讲这是办章。这个台东花莲海线俗世教会的发展因为学校每年爱出差不多200万的个经费，因为学生30几个这个车马费差不多200万左右，所以咱来来注明咱的方向。第2就是今年阮学校有招东南亚的原住民的学生阮有入籍6个，有一个是转学生，马来西亚的转学生到义省，尼是总共7个。阮用奖学金的方法来帮忙。当然是一个是非常感动，就是讲东南亚的原住民会当看做玉山城邑是因为训练的所在，会当学习。怎样来针对原住民来做服侍，还是传福音会当看做玉山市学习的这真好的所在，当然只是感谢上帝。所以咱会当来为这个代志，为这个事工来关心。学校的预算是100万，今年100万，所以会当玉山会当扮演一个会当训练东南亚的原住民的团队，我想这是嘛是真好的见证。所以咱其实咱方向的时候，嘛爱注明，就是针对国外到义省读书的留学生来方面，安尼是好好的将这个钱用使用伫这个外国的学生
我想这是我伫遮要报告的代志。咱关心甲疼心，亲像保罗所写的伫哥罗西第1章第10节迄边，第10节安尼讲吼，好使你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好使你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是就是讲，互咱的生活会当起造伫福音的这个价值，咱的生活会当起造伫福音的本质甲价值的顶面，安尼是才会当符合耶稣基督的要求。其实保罗讲这句话吼，毋是只有伫哥罗西吼，捌伫这个腓立比迄边捌有讲过，就是腓立比第1章27节迄边，他这样说吼，重要的是，就非常重要的是，你们行事为人要以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样吼。所以其实保罗伫腓立比嘛有讲一句话，就是咱的生活一定要符合福音的本质甲价值，这是保罗所强调的。为什么我伫遮无用这个腓立比，我用这个哥罗西？有什么无相款的所在吗？事实上，咱就安尼找不到不一样的。翻译是一样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行事为人要以福音、基督的福音相称，拢是同款的意思。总是比较一个保罗用一个希腊文的字眼，是无同款的。这个保罗伫这个腓立比有写，伊有写就是讲polytheistic，保罗写讲。polytheistic， 所以咱的生活是这个生活是伫都市内底，都市，毋是伫山顶，是 poly 是城市的意思，城市是住在城市的基督徒所以的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总是这个保罗伫哥罗西伫遮，伊毋是用 poly。毋是用 polytheistic， 伊是写Peripateo， 无同款我搁讲一遍，腓立比是 polytheistic， 伫这个哥罗西伫遮是 Peripateo， 这个 Peri 就是四周围 ，Pateo 就是你的脚你的脚手踏的地方这样，所以意思就是说。凡你脚手踏之处，这样，你的脚手踏之处，意思说不是就在都市而已，是凡你脚手踏之处。我知，虽然咱是住伫都市，总是呢，咱无常常伫都市咱的生活的空间已经慢慢开阔，有人旅行去日本去台湾的所在。有人的亲戚可能是伫庄脚所以嘛常常去庄脚毋是永远拢是伫都市所以我就选这个啦。凡你手脚所踏之处但是像这个哥罗西所以我就无见这个腓立比，敢若伫都市安尼所以意思是讲，伫遮保罗所讲的伫这个哥罗西就是。凡你脚手踏之处，你的行事为人都要对得起主，安尼所以想要的是用福音福音的本质甲价值来通过福音的本质甲价值来发展你的疼心甲信心，这是保罗所要求的。照理来讲，小说咱读第4章、第5章其实保罗已经。俄勒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因为因的疼心甲信心会当食做教会的模样，其他教会的学习的对象，因为因的
因为信心非常强，因为贴心对这个限度嘛是真好，会当成做一个标准的一个教会这是保罗所讲的，特别第50迄边，伊嘛是继续安尼讲，你们的信心和爱心都是以那为你们保存在天上的盼望为根基的。安尼是因为贴心甲信心已经有天顶的这5万人的天顶的福气，这个 promise 已经伫因的手中才会着，这是保罗所看到。总是为什么保罗俄勒大先了后，伊到第十了后，如果你们照这样生活，你们就对得起主。安尼来想的是，保罗拍现，虽然伊有贴心甲信心，嘛无够遐，所以保罗就通过第6到第9章来说明，你要怎样继续将你的贴心甲信心发展开阔，才会当符合耶稣的要求。毋是只有45章迄边俄勒的说，毋是安尼。所以保罗就是用第6章到第9章来说明，恁是无够遐，恁的贴心甲信心无起做伫福音的本质甲价值来发展，毋是。所以保罗伫遮来强调，因为时间的关系应该伫遮会当提出4点6章到第9章，总是我伫遮就提出2点，强调伫第6章到第7章迄边，就在第6节、第7节，我来把它强调来说明所以保罗伫遮伊拉做谢书恁的贴心甲信心，会当继续发展开阔到符合耶稣的要求的是，第一，你要怎样来做？第一就是信心和爱心必须不断的以福音的处境化和普世化一起增长。我讲一遍，就是讲贴心甲信心不断甲福音的本质，这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处境化甲普世化。这样讲，咱看第6章迄边，我们看一下第6节，伊安尼讲。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这是处境化；传到你们那里是处境化。然后呢，福音也传到普天下，普天下的是普世化。所以意思是讲，咱的信心甲咱的贴心的。必须起做伫这福音的本质，这本质就是讲处境化跟普世化。所以写出来的意思是讲，咱的贴心甲信心，只有起做伫福音的在地化内底都无够票。咱的贴心甲爱心起做伫福音，就传到你们那里，就是恁的福音，这福音传到恁的这个。文化的处境的安尼是无够票，要佮发展到普世化，才会当达到这耶稣所需要的这福音。这样讲，这样来解说，当然无人咧讲的是，毋是徛伫第3位来教示这个各罗西的会友，伊家己有真深的体会。因为伊知这个福音传到犹太人时，一定是犹太化嘛，所以因为看贴心甲信心是什么，因要解释是一定要徛伫因的处境化的标准来看，就是遵守摩西律法才是有贴心，遵守摩西的规范才是有信心。摩西绝对无徛伫文化，因为文化以外，犹太宗教文化以外的标准来说明，什么叫做贴心和信心嘛？一定是徛伫福音的本质的处境化。
咱常常袂记得，福音毋是甲咱处境外的本质来听，伊嘛有普世化本质啊。总是这摩西，这保罗会知，伊过去安怎讲，我是标准的啊。伊应该是会当代表犹太人来讲，因为伊嘛安尼讲，我比法利赛人较会使，我比律法主义较律法主义，所以它是非常的处境化，用这个处境化的标准来说明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信心啊。这是保罗啊，伊上教啊，总是伊发现福音的本质不是安尼尔。他什么时候才会体会到这个？他到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才体会到，因为伊咱知摩西伫大马士革的路上时，伊拄着主，了后瞬间他瞎眼了。咱知伊瞬间变做青面的时，伊绝对毋是徛伫福音的本质的普世来看伊的青面，伊是徛伫福音的本质的处境化来看伊。啊，犹太人怎讲？瞎眼就是罪的结果，青面是罪的结果。今咱知亚述也先已经军队彼得遮军队亚述已经2年3年，了后亚述拄着一个青面，啊，这也是安怎讲？亚述他生来下来是他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啊？脱离不了处境化的标准啊！所以这个保罗的青面是，伊绝对无根据福音本质的普世化来看伊啦，伊是处境化的福音嘛。对，我的处境化的标准告诉我，生来下来就是有罪的结果，我现在是下来变罪啦。总是福音的本质，看伊普世化，看伊无共款。当然，伊青面时，主有找肯一个人叫做什么人？哦，亚拿尼亚，咱知嘛？亚拿尼亚，因为主找肯伊来到保罗保罗为伊祈祷安尼。当然，这个保罗看到这个。当然，伊知这个安拿尼亚来啊，伊的处境化的福音的本质的标准安怎讲？亚拿尼亚，你可以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因为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信仰传统的标准，以言还言，以牙还牙是公平正义的。这是公平正义呢，合理呢，啊，所以因为这保罗伊知，因为伊是利亚安拿尼亚的信徒啊，关伫教会内底，因为保罗是安尼啊，利亚安拿尼亚的信徒，咧关伫教会内底，所以当保罗在这个安拿尼亚的时候，当然瞬间。福音的本质的处境化来讲，安那尼亚不要紧，你可以以牙还牙，以言还言，合理、公平、正义。你把我抓到监牢里面，总是福音的本质的普世化不是安尼。所以安那尼亚下面唯一祈祷，接受伊。无甲伊心化，无照迄个福音本质的处境化，你也做保罗关伫教会内底，伊无安尼做呢。所以安尼是，咱就知保罗伊了解哥罗西会友所看欠缺的信息，绝对是福音的本质的处境化，啊，未达到耶稣的标准，啊，未达到耶稣所欢喜，
所以保罗20，所以才讲，你安尼做时，第10节，你安尼做时，才会当对得起主耶稣，也无你活动。处境话有即款的痛心甲信心，绝对对不起主啦。只有处境化又普世化的爱心跟信心，才可以对得起主。所以保罗来讲，当然这是无简单的代志，真无容易来做。亲像我伫洛杉矶迄教册，阮学校嘛，阮有处境化的标准，审核的处境的标准来看学生。阮会看。就是讲，这个学生真认真读册，考试有通过，写的报告真好，学校看做真好的学生。总是教育无一定的，教育无一定有看，这个是真够写报告，真够考试，就是标准。所以学校常常过去从这个无达到成绩无达到标准时，把他休学啦，把他延毕啦，有时候把他开除这样。有这个学生我拄到，因为已经有2个老师积德拢破过，要面临被开除。迄阵我就开始问这个学生的班上的同学我就问班上的同学，你觉得这个同学怎么样呢？这样。他们回答说：“老师，他很有爱心的。如果我们去教会，特别是我都要讲的，这东海岸的海岸线的这个学生，很晚会到学校，这学生看有没有熊的这个学生去叫，去回家头来叫，学生呢生病破病。”他没办法去餐厅吃饭，就是这个学生呢，常常拿饭给同学吃这是不是徛伫学术的标准来看这款所以迄阵我就开始好，我来教，因为我感动，因为你的班上的同学安尼讲的时，我就非常的感动。虽然可能脑筋不是很好，可是。同学生病，他去拿饭给他们吃。同学夜间很晚到那个寿丰火车站，他用他的车子去接，用摩托车去接同学，那么有爱心。所以我就开始记得伊毕业伫教会服侍真好伊去教会时迄个教会真细间，甲互伊5000块钱一个月。写了5000，当然，你做牧师叫伊莫去，但有一间教会有1万以上，你才去，互牧师们听到，了后这个牧师们跟我讲，唔通爱去，安尼你对不起老师，安尼牧师们，所以要去，了后真细间，总是真好。伫遐好好不回，到1年了后，教会主动予伊万一，因为教会开始发展，予伊慢慢增加。这是常常伫城里的处境化的审核的标准，我都看到的。所以这是我知这是非常无简单，非常无容易。其实我教会本身的教会嘛是同款，我有一个70岁要过生日，伊是中风嘛，伊无法度去教会，伊想讲伊要领洗礼安尼，教会的标准团队的标准，这标准是啥物？就坐轮椅到教会来然后在教会里面，牧师要在礼拜堂给你受洗迄阵我听了我很难过，为什么那个教会小会不开会呢？然后小会就到他的家里嘛，可以到，所以我只要我就讲，常咱处境化的标准是无可能到会本一个普世化，
虽然那是咱个听是甲信息的无法度达到耶稣所欢喜的一款的生活的标准，所以保罗写配合这个哥罗西原因嘛是这个。我佮讲一个吼，这个例就是，我伫美国时，有一间教会嘛是安尼，因为我第一遍去迄个教会是无什么声音嘛，第二遍第二周我去了也没有什么声音，第三周呢，有一个回应跟我讲嘛，我是少跟那个人在一起这样，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我第一周、第二周主动牧师，我用我的车子来送你回去到学校这样。我在想，这个教会他认为他不标准，少跟他在一起，他是不是担心什么受到他什么影响吗？为什么就叫我不要跟他在一起？但教会才知道，不知道吗？可是教会所认为的标准的，没有人主动说牧师我送你的回校啊，我没有那个说教会的标准呢，没有说牧师我请你吃饭没有啊？只有他请我吃饭只有他主动送我到学校。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我搞不懂教会的标准，出境外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无教我甲伊做伙？我会怕受到他影响。后来我才知道，美国的出境外出境外的价值的福音，什么叫做疼？当然对老人80、90岁的老人，你要对他的爱，你必须要出钱，然后送到安养院，让专家来照顾，这样，那他的标准呢？这个人呢，我后来才知道，当然不知道，因为我第4、第5次以后，我到他的家里去，我才知道他自己照顾母亲了。因为自己照顾母亲呢，产生了他们家里的一些问题，他很坚持自己要照顾他的妈妈，所以发生了一些家里的一些紧张关系啦因为女主我去时我说我请你食饭，我讲好，然后到他的家，伊到迄个厝时无说伊坐伫客厅食伊就家己煮饭煮了后呢，无说去带回家，然后就把他的妈妈用轮椅推，然后呢喂他的妈妈，吃完了我们才吃啦。我就想讲，这比我更加大10岁，大概那时候他差不多60岁，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50岁嘛。他应该60岁了，他比我年长我就想说，我自己都没有煮饭给我妈妈吃过，他有这样的心来带，当然我就说不错我应该要学了。可是想一想，我妈妈已经不在了，所以当时影响我是什么？我回来从美国，我就接我的爸爸到一山神学院，我有山小一，我开始煮饭无算人家会当做见证我家己煮我开始关心爸爸来帮他洗澡我无伫的时候，跟我孙女讲我没有后悔，原来我的这个牧师的孩子也可以做这样的事，这样他就开始宣传鼓励做份的这爸母鼓励那囝来读圣经啦。不管怎么样，我想讲，因为这教上过头来处境化时，伊都无法度看到处境化以外福音的本质，甲福音会当来学习的所在。所以这是保罗伫遮所讲的第二是啥物？保罗伫遮爱强调的互咱的疼心甲信心会当成长他这边说信心和爱心必须从福音的多元化来学习不断的向福音的多元化的恩赐来学习这分心本质是多元的恩赐，
咱当学习。这伫对保罗所讲的咱读第7章里面第7章，这福音是你们是从我们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学到因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仆人，所以会当对这个以巴弗呢会当学习，因为伊的文字不同款，这是保罗常常强调的。当然，伊毋是徛伫第三者，伊嘛是有真丰富的经验，因为本身伊看阿拿尼亚是伊学习的对象，巴拉巴学习的对象，马可、希拉提摩太，拢是因真好的同工，会当学习因无相款的文字。咱的贴心甲想，绝对袂当靠咱家己会认真来学习，毋是靠咱家己本身来认真来读圣经，毋是靠咱家己本身来教听道理。有足侪人知有这个道理，总是以外头确实来学习，来挖出这个无相款的文字。因为咱每一个文字有同款，咱一定要承认咱家己的文字有限，别人的文字做会到，咱无一定咱做会到。所以这保罗上强调的，福音本身是多元的恩赐，让我们来去学习。这是保罗所强调的。当然，这嘛是无简单的，因为咱有尊严，咱常常害羞还是唔敢学比我们年纪小的，我们也比较不敢大胆请教比我们学问低的，这是咱真常做的所在。咱学习的是绝对比人较高的，比咱的地位较高，绝对咱无对这个边缘人弱势者来学习。咱无话咧学习，总是保罗伫遮有是安尼讲，福音本身的文字是无相款，有影是无简单。因为我本身我有捌学习过，不容易的事。我学习过至少有3年到4年，我看时间来算来见证。第一个学习的所在有一个丢了，迄阵我伫美国读册的时。迄阵因为我有车坐伊的车了后阮3日迄是退休后3日2夜了嘛是载我转来要选时这个丢了甲我讲无说你等下坐伫车顶，我先办一点事这样，那我就在那边等他，怎么那么久？他说等一下，那我就出来看看，我偷看一下。他在整理一些垃圾，我就想讲，哇，这个人像你了不起了这样。当然以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也许没有那么了不起，但是那时候，在10几年前，他的公司的总资产6000亿台币呢。但现在算不了什么，不过那个年代来讲，就在台湾，在15年前。有6000亿的总公司的总已经非常大，可是你看他地位高，他有资产有钱，可是人家走以后呢，不让人家看。哈西利亚所讲的，让上帝在隐藏的地方看见你所做的好事，毋是伫这公众的所在，互相地看到你所做的代志，伫这无人知的所在，互相地看到你所做的好代志，他学习到了，所以我伫遐真感动，学习这款的丢了所以我也是有尽量来学习伫无人的时做好代志，无甲众人知安尼当然我平时的学习是比我的年岁较低。伊的学问也是比较少，他是一个教授而已，教授，我是博士，他很低
伊嘛是年岁比我较年轻。总之我后识的一点就是讲，迄阵伊有一个朋友去教会，去伊个教会，伊是牧者。了后，这个朋友来讲，牧师你无闲敢会当借你的车我们一日游这样一日游那牧师讲不要紧，安尼交代牧师娘，牧师娘就将恁的车借互这个朋友安尼，总是牧师的瞬间就唔对，可能牧师娘将旧车借互因，安尼袂当，安尼随来你的车子已经借给他了吗？那牧师娘讲是，他们走了没有？那底安尼什么车借给他？新车还是旧车？旧车安尼你要把新车借给他了，这样牧师娘说那刚买不久呢，怕会擦伤惊讲发生代志旧车较不要紧旧车做别人较安心嘛呢。这个我说唔通，将这新车快点挖新车呢。我听到我就想到不久以前，我的朋友也来过呢，我把旧车借给他比我年纪小，他的神学得比我低，他能够把这个最好的给朋友，将上好的来分享伊的朋友，这圣经的教示我是讲不容易在这里，不是那么简单的。总是小小咱的听心甲信心，会当起造伫福音的本质、处境化甲普世化。好，新车普世化，旧车呢，各位所在，这听心无够强，所以保罗比较强调。咱学习这个有温水啦，这温水啦会当引传咱过去所无法度做到代志，因为一个人的温水比咱较高，咱学习安尼是咱的听心甲咱的信心会当发展这是保罗伫遮所强调的。咱的信心甲听心，照咱今日所听到的。照福音的本质的处境甲普世，照福音的多元的温顺来学习，我相信咱的听心甲信心已经符合保罗的要求，就是你的行事为人会对得起主，请咱记得。主感谢通过你的话，阮知阮是有影真眼足，阮知。福音本身是对阮好，阮常常照阮的处境的标准来解说什么叫做听心甲信心。总是阮忽略福音的本质，毋是只有处境化，也有普世化的价值。阮也常常忽略福音的本质，毋是只有温顺，多元的温顺，阮当学习无论阮学习的对象是年岁较低，还是地位。拢无，伊是弱势，总是主，你会听心通过这有共款的温顺，阮会互咱会当学习，互阮的信心甲听心会当符合主耶稣你的要求，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勉励，这是咱过来念圣诗553首，圣诗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
一时来奉献，请郭宪营执事甲林富祥执事来施献。会长请坐。是来报告教会消息。先，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我读一遍，甲咱来读2遍。因为阮得行是对神，毋是对所看。全都互书5章第7节，请。咱看周报第1页的时阵，有这司法人员，咱家己看。第6页是奉献的证，这明细，咱家己然后审判出入会当对办公室这边加来查考。是看第7页消息的报告。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为了玉山新啊院的奉献主日，咱欢迎一名圣牧师到本会请安分享，请兄弟有着这个时间来关心来倒，咱感谢。今仔日真特别，咱第1期的花艺班的这个结业式，也有这个成果的发展。
欢迎这学员甲亲友来参加这礼拜，中间有做这拢是今仔日第一届伫圣殿内底听这个福音，就上帝大大祝福因。这是请黄立泰长老来报告。谢谢。各位兄弟平安。感谢上帝祝福吼，头一期的会礼拜顺时完成，伫礼拜来举行这个成果的发表吼，也邀请有咱的学员头一摆来到咱教会，甲咱做伙来礼拜。这也是咱教会主办这个会礼拜的目的之一，就是透过会礼拜，要邀请咱同教会附近的好厝边、甲好朋友，行入来咱教会。愿主祝福，会当早一甲咱在座兄弟两班有这个福分来礼拜上帝，甲咱做伙来敬拜保罗上帝。也谢谢明晓老师哈，来举办这个课程甲大会礼拜，一个就是大家牺牲咱爱人的后分的时间，来甲教会用心来学习，陪伴这学员，相信头一期的会礼拜。学员甲咱的同工之间有彼此有真好的交汇，也对咱同教会有真好的印象。愿上帝继续来带领。这是来介绍，主办这个时间的同工，也就是教育部的社区教育委员会主委简称执事来介绍。大家平安。咱桃教的会礼拜吼，今年度咱剩咗3期，3月份1期，6月18日1期，10月份嘛做1期，每一期拢10期啦吼。咱第一期内底有21个学员，21个学员内底有12个是福音朋友，叫做慕道友。由于这福音朋友内底嘛有咱人生理研究嘛，甲研究嘛伫当中。当然咱这个吼一个福音的茶会。由咱明才老师把伊的性命、把伊的疼，来做伊的性命见证，感动最侪人。今日嘛邀请一寡朋友过来，但是因为头一摆来有人唔敢，有人嘛忍受代志，有是虔诚是做来，但今日无法来，所以讲这个我做澄清场是无简单，所以我比较简单来介绍一下，咱泡泡就来。这个澄清讲吼，王先生基本上在考清楚来啊，原来我简单的哈，这前提啊，食堂就从来不起价的哈。听说我们花了3号来请客，那真的不简单。那其他人其实也都有来，但有时候没有来，请他女儿来，请他的朋友来带领的，我们就不这样颁奖了。好，接下来曾文章。我现在讲的好像先介绍全部，不然每个人在拍手啊。真的长来，接下来陈千莹，好，简秋萍，各位大家有认识哦，刚才有时候认识的哦。接下来张如金，好，接下来彭文香、赖佩琪、吴月恩、林素芬。谢金梅、齐素兰，这个林中嘛，来；洪丽芬，这是林中嘛，来；郭美珠，这是大学生旅馆的咖啡，来；洪丁玲、余翁月霞、张安国，好，那以上是16位的福音朋友。我们现在教会有介绍啦吼，我讲嘛，今仔日单单吼，甲是咧大家听咧，好咧就来感谢，来欢迎的好来。谢谢，好，谢谢。咱继续来举行这个圣经会考吼，请技术担当到头前来发这个考卷，请执事同工到前面到这个考卷。
是学的来拿这一份。各位拿这拿多毕业了，好，大家是不是要考虑这个给他下来，他来搞不了。要只是学的啊。还有圣歌在这边啊。各位兄姐拿到考卷的时候，先记得填这个名字，记得先填名字，然后再开始作答。拿到考卷跟笔就可以开始写，自己有笔是最好，没有笔的话举手，因为拿到考卷举手，让我们同工可以赶快发出去。你拿到就可以开始写。那谢谢主的长老帮我们，之前都有给我们这个讲义以及这个总复习哈。那我们大家在填答案的时候，我们麻烦主的长老来把这个题目，他是出题的老师哈，来帮我们把题目来念一遍，谢谢。好，大家平安啊。那这期呢休息的话，大家来听一点啊。我呢把这个给大家好，大家好，话不多一样，有错误的。就可以现场跟着啊。来，第一题啊，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写：1. 12个支派之人；2. 普及的犹太基督徒；3. 善助12支派之人的案，是第一题啊。第二题，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100般试探中，200般的各样的苦难道路中，300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第三题，大家安静了，考试了。哪一位没有笔的请举手啊？这边来。还没拿到考卷的呢？有没有？举手。没有考卷的没有？没有笔的。笔呀，这边。他们干嘛？这个笔呀，这个没有。来，谁有笔啊？先借他一下。好，刚念拿了。第4题是吧？第3题。因为知道你们的1信仰，2信德，3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出忍耐。第4，你们中间若有缺少1信心的，2智慧的，3能力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第5题，富足的1贫穷，2降卑，3升高，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第6题。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1地位，2钱财，3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落。第7题，人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1生命的冠冕，2公义的冠冕，3荣耀的冠冕。第8题，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1恶。2苦，第3死来。第9题，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1行为，2道德，3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我们在第几啊？哪位没拿到笔的？都有笔吗？都有考卷哈。都有考卷，都有笔哈。OK， 好，我们继续啊。读到哪去了？第10题是吧？10题，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言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他所栽种的道，就是能1赦免你们罪的道，2救你们灵魂的道，3领受新生命的道。第11题，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1舌头，2私欲，3贪恋，还气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第12题，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1嫉妒纷争，2与世俗为友，第3按着外貌待人。第13题，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的世上1愚拙人，2有2人，3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不服，并承受他所应许给他爱他这人的国吗？
好，第14题，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一主公义的审判，二不怜悯的审判，第三将来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射。第15题，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一不是靠着信心，二不是单因着信，第三不是靠着恩典。第16题，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一舌头上，二行为上，三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17题，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呢？他就当在智慧的一温柔上，二忠心上，三公义上显出他的善行来。第18题，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一清洁，二圣洁，三恩慈，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第19题，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一恋爱，二贪恋，三圣洁，至于嫉妒吗？第20题，故此你们要一亲近神，二顺服神，三敬畏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第21题，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以审判人，二灭人的，三定人罪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第22题，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一埋怨，二争论，三相争，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第23题，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一赐福，二恩惠，三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第24题，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一罪孽，二审判，三过犯之下。25题，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一安慰，二勉励，第三代求，使你们可以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有没有问题啊？没有了吧？好，开始，高效。谢谢主持人啊。那我们写好已经交卷的同工啊，开始从后面我们来收据。好，还没写好继续写啊，还没写好继续写，还有时间。从后面。那楼下的统一你们帮忙收。那记得要写名字。有没有还没有写完的同工请举手？刚才是刚好是瞎网枪牙树，东瞎网还有这么王师条。有没有还没写完的？我们再2分钟，我们就全部收了啊！再2、3分钟。还有还没有写完的，请举手啊！
还有就是简单修整天菜。还没有交卷的请举手，我们马上收掉，继续礼拜。还有吗？还没有交卷的请举手，我们收一下。好，要交，现在还没有交的全部要交好。好，以上，谢谢，是的。咱继续来报告。讲到12点10分，伫701会议室召开关怀部会，请部员出席。中到12点半，伫705会议室，教育部主办团体讲座，邀请王英义牧师主讲，讲题听捌别人的生命故事，欢迎听者踊跃参加，共同造就。本来下晡12点半要伫702召开行政会议，咱这个会议要改做伫5月22日下晡1点半伫705会议室召开，这个咱有改变。下晡2点伫701召开几下后事工协调会完了会筹备会，请以下人员出席参加，敬请省略陈经济团队协会组陈雅文、陈丽嘉、林宗杰张勇，水路参加张碧君、莫桂英、黄淑慧、苏怡玲、黄庭玉、陈碧妍，教育部王立泰、陈建修，传道部余志平、陈庆，关怀部黄富杰、陈伟明，行政部陈祖哲、嘉宾洪依丽、辜道群、陈义兴、李碧清、王派义、罗建成、李国平、杨春燕、志辉、义美小组洪立军。2002年下半年度停息日，甲各小组的聚会拟定时间，请负责的同工伫今仔日交予王干事代来内检。下礼拜咱欢迎嘉义普爱教会黄灿晶牧师前来本会讲解。教会消息，教部主办邀请大溪教会吴王志牧师开设查经班，请伫5月22前报名并填写需要用的这个事迹，统一来告别。要伫6月初2拜4开课，欢迎兄姐较早登记参加。共同去了做手，详细咱伫公布伫迄个4楼的公布栏。2016年下季学校就是要听你开始报名，7月初6到7月初10，报名资格是小学1年级到小学6年级。民国93年9月到
民国98年9月。报名时间拜2到拜6是9点半到下晡4点半，伫头头办公室。礼拜日是11点到12点半，伫9楼办的教室。费用伫5月29进行报名的是2200块，5月30以后报名的是2500块，全勤奖金500块。所以爱交迄个准金完成交费，才称作完全报名。完成报名报名了后无退费，名额只有80名，名额煞咱就截止，报名表请到迄个办公室来领取。还要未领到迄个奉献姓名的兄弟，请到办公室来领取。告解消息，竹南教会设教80周年圣诞纪念活动日期是6月7号下晡3点半到5点半，地点是竹南凤凰渔港北侧，费用大人50块，囡仔10块。到5月31日截止报名，详细咱伫公布啦。竹中级联谊会伫6月24到26，南投溪头森林游乐区报名费每人3000块，到5月23报名截止，详细咱伫4楼来看。具体消息，本会不均接属的外纳社和春英姊妹伫5月7日拜一王子分调，伫5月16拜六完成告别礼拜，请为了遗作安慰拜倒。各位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接到玉山新阿姨的奉献主日，咱邀请到玉山新阿姨新约的这个教授陈明生牧师来到咱的中间，跟咱来分享讲道咱的师母玉江师母嘛是咱中间，咱请因来起立，咱做一个用花声来欢。好，是后礼拜3拜4嘛是玉山新学院的这个运动会，70周年的运动会，我台南新学院的学弟妹有差不多40几个要去参加，我原底嘛想讲要去参加啦，总是最近较无运动，行温度造成人的负担，所以我想讲我用祈祷来支持因就好啦，我用祈祷来支持。好，再来一只要来介绍一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吴美玉，一个好来伊是义凤姐所带来新的朋友是咱在爱菜的时阵来交代。好，自头歌讲的时阵嘛讲到这个中北军这事的话嘛，是昨下晡来中透早来关心这个告别式，咱继续自台岛的中间来谈关心。好，一只特别要来强调是讲，这个12点半，12点半有一个这个专题的讲座，王荣义牧师要来专讲听懂别人的生命故事。毋茫咱一爱参了后，互咱休困者，就来享受这种专题主讲，专题主讲来遮来享受。特别是下晡2点，有一个下季学校协调会，毋茫有邀请人员一定爱出席，因为这是一个宣告会的一个活动，毋茫咱出席一个协调会内底来协助咱的青少年来办理安尼一个营会。好，最后一只来补充就是讲，头摆看到花艺班的这个
吼，这夜市一家来发表，啊，是5月底5月29号有一个妈妈合唱团，吼妈妈合唱团的这个音乐的发表会。小港湾嘛是咱教会真重要的社区宣告一个事工，嘛，咱是5月29的下晡做出席来参与来支持。好，啊，最后要感谢这个怡芬老师。头尾帮我带这个会前的这个诗歌，虽然即摆特别提出，后主日依然是我来带歌啦吼，后即日依然是我来带歌，直接来补充报道。上营387首，上营说请金牧师来甲咱讲道。愿主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各活的快乐平安，上帝就是要给顶所完成的救恩的应允，圣神的上堂甲扶持，甲阮这人是甲伫地，特别甲愿意学习，将因的生活起造伫福音的本质的处境甲普世化每一个基督徒是甲伫地。对直接到因世代负责。阿门。唯有请坐。
各位兄弟，原咱今仔日一个处境下面所享受的这个礼拜，所有的美好，通过咱不断关心甲奉献，特别是玉山圣下医，来当造成这个普世的享受，嘛能到伫每一个所在，咱做伙起立，做伙来握手讲平安。